今仔日是2020年的头一天，咱总统赖清德是以论胜之岛、希望之光做主题来发表演说。伊是来提出4大目标，希望让台湾会当更较安全，嘛更较有韧性。面对着今年度这总预算、国防特别预算，也有其他的民生预算，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着爱赶紧来排审，嘛呼吁在国内着爱团结，让国家会当继续向前行。 2025年国内外务并进，中国军演都结束，台湾伫充满挑战的局势行向2026年。总统赖清德以韧性之岛、希望之光发表元旦演说，伊强调新的一年希望透过8年1.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投资，全面强化国家安全，向国际盟友展现咱自我防卫的决心。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，不同意彼此的权利。 但倘若没有国家，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。2026年，大政府也推出真侪政策，像行政院顶个月通过新兴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，今年嘛要推动婚育主体都是囤房税2.0等等。赖清德表示，有真侪法案要搁来等立法院审查，嘛包括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。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。 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。未来，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，打造公益、和谐、永续的社会。赖清德呼吁立法院调野合作，强调只要通化解对立，伊愿意照合宪的方式进行国情报告。咱来针对总统弹劾案，赖清德强调照顾人民和国家生存才是上要紧的。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。 国家生存发展，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。所以，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，至少吧，正事也应该要做。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，也应该要排入审查嘛。 面对2027年中国可能侵犯台湾，赖清德强调2026年是关键的一年，伊会担起责任保护国家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。伊呼吁国内团结，继续强化国家和社会韧性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